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欢迎你再度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我是王俊杰。在那个岁末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呢，对于爱音乐的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专辑。就是在下半年，通常我们就拍谁啦，我们那个音乐人下半年会赶快出专辑，上半年拼命的准备这样子。那所以陆续在节目当中连续好几集的时间跟你介绍很多很多的专辑。那希望这些专辑都蛮好玩的，就不一定是市面上这么流行的音乐，但是都非常的有趣。因为家己是台语歌的创作者，所以尤其是台语的作者来讲啊，我会特别的支持，加特别的介绍安尼吼，唔好讲教狗，我刚才规拢老气。好 ，OK， 所以呢，今天我在节目上要为你访问的这一位很特别，等一下让他慢慢跟你分享他的音乐。那么在要访问他之前呢，我一样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然后呢，也把我节目介绍给更多人。另外就是如果你有想要跟我分享的，因为平台太多了，欢迎你可以直接上我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都会有一则贴文在那边，然后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感觉，跟我给我一些建议都可以。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我们要称呼他叫易成儿，来先跟大家问好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易成儿。OK， 易成儿其实这个是艺名啦吼。对，这个艺名的梗是什么？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吴亦凡，所以就用那个“亦”这个字这样子。吴亦凡是那个被抓去关的那个，对是在被抓去关。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是尽量不要提起这个事情。易成儿其实这个是并不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啦。对，第二张专辑哈。来，我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易成儿讲华语其实讲得非常的好，一开口不像是写台语创作的人。对，你为什么会想要用那个台语来作为你的创作？因为其实我跟其他台语创作者比较不一样大家可能是从小都讲台语啊，但是我小时候是只会听，然后跟周遭的同辈的朋友来说，其实差不多，就是大家都不太会讲台语。然后我是国中那个时候听到秀兰玛雅的台语歌，然后开始发现说，原来台语歌它有很多的那种曲风可以去表现，不只是可能那种比较 enga 的形式，然后才开始想说，那如果说因为我本身喜欢唱歌，对，喜欢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歌唱比赛啊，所以就想说，如果我歌唱比赛唱台语，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就会跟别人很与众不同，所以就慢慢就越唱越有心得，然后包含说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练习自己去创作写歌，然后也想说那我就来也用台语试试看，所以就发现说台语每一次我把它放在各种不同的风格，它都有一种很酷的那种化学变化，所以我就蛮享受那个过程。然后后来就一直延续着这个过程，然后做创作发表的时候也用台语的形式。对对对，现在写中文就没 feel 好奇怪真的吗？就是对，各种风格曲风都是写台语比较有感觉，中文就会觉得感觉少一个味道。那你也是从比赛开始嘛？创作的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去参加超级红人榜的，算是海选啊，然后去等于那个时候想说我要怎么样子比较让评审老师抓住他们的目光。那如果在台上开始跟他们讲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歌，然后可能就蛮吸睛的这样子。只是后来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是，没有再继续比下去，是因为电视台他们
刚开始他们其实会要求说我们要演唱一些比较典型的台语歌。对对对，然后他们会开给我的歌单是翁立友啊、嘿王世贤这一类。那这些歌不是说不好，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一个对历史的价值，还有他们的韵味，但是这是我比较做不来，然后跟我个人风格，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今天要做表演，要做音乐，应该是要真的是适合自己的风格，然后自己很 enjoy 在那个音乐里面，而不是说硬练那一些可能我不是那么适合或不是那么喜欢的歌型，所以最后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完全的去朝创作歌手的路线去迈进。是，对。好，我要在这里跟听众说一下哈，其实，在那个台语创作的这个圈子里面啊，也许台语听众也是一样，其实一直有一个论战，就是典型台语歌跟非典型台语歌。新台语歌，对，那我不用新台语歌来形容它哈，因为新台语歌其实在30年前已经就陈明章他们就开始做了，所以我通常会用非典型台语歌来聊这个事情。典型和非典型哈，那没有不好哦，没有好或不好，就像各位你听华语歌，你有的你会想要听比较典型的那种抒情式的啊，有的你很讨厌听 rap 哈，那个都没有不好。那在台语的创作里面，这几年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吵得很凶哦。那在我个人来说，没有不好啊，没有不好，它就是一个很多元哦。那奕成儿的作品就是属于比较非典型的台语歌。是。那在认真的介绍你的创作之前啊，我还想再问你一题。好，这个事情很难得啦，因为我很难得我们可以遇到比较年轻的非典型台语歌的创作者聊这个事吼。我想你在做台语创作的过程也会遇到习惯听典型台语歌或典型台语歌的创作人的一些指教，对，这个会不会让你困扰，或者是让你被打击到？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现在我主要的讲营收比较世俗啦，是在帮一些唱片公司的歌手他们创作，所以我创作因为比较现实层面要卖歌，对，所以那个风格曲风要比较广，所以连传统的那种比较你也有写。对豪记唱片的那种风格，就是我就会去抓那种感觉，无论是歌词或者是歌曲的那个旋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优势是因为各种风格都有写，也就是说你可以跨过去就对。对，就展现出说我每一种其实都可以做到，只是你面对自己的时候是用非典型来写歌。对。然后像可能我写给菲姐就有合作过几次跟黄菲，那写的东西就会比较典型一点。OK， 所以那你自己的非典型台语歌有被挑战到吗？其实可能因为听到的人不多啦，所以我觉得是歌词，有的会讲说那个歌词的用字会不会这样子用，或者是说可能没有人这样子讲，然后但我可能就会有一种挣扎，就是我确实有在字典上翻到那样子的字，然后我就会去问很多的像台文系的教授说，这个词它是真的是华语化的字，没有人这样子讲，还是说它是比较冷门呐，可能它还是的确有这样子的用法，只是比较少人说，我就会去比较多的那种 double check 去跟他们讨教这样子。你写歌的时候，就替别人写歌的时候，就不用这个名字了吗？你说奕成儿吗？对，一样是奕成儿，要用奕成儿哈。对，好，等一下末尾的时候，我们再来推荐你自己帮别人写的典型台语歌啦吼。好啊。那我们先来聊奕成儿的这一张专辑，这是第几张专辑？第2张专辑。来，专辑名称跟我们说一下。叫做娑婆诃。这是佛教用语呢吼。对，梵语。娑婆哈。对。那为什么用这个？你知道娑婆哈台语要怎么念吗？不知道呢，它有台语吗？没，其实嘛是这样念。直接用梵语的方式。只是他们会直接念的是，有2种啦吼，一种是阿嬷他们有人会念那个娑婆嘿安尼可能是因为音译的关系。
有一些通常大家都比较撒泼哈。哦，有没有就嘎地嘎地婆罗嘎地婆罗生嘎地婆提梭哈，因为安尼念。遇到专家然后台语会念给地给地安尼啦。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有注意到那个诵经团在念的时候，因弄会给地给地，然后最后嘛是撒婆哈安尼。对，婆提萨多啊撒婆哈，他们会这样念。哇塞，老师有在注意，我有在注意，我就很无聊啊，因为我自己是佛教徒，所以我就很好奇那个台语它要怎么念经。我最早会心经也是用台语念的。对，那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专辑名称？其实我想要带来的是一种祝福，因为娑婆诃它其实是在那个咒语结尾的一个祝福话语啦。那其实这张专辑都是在描写台湾历年的那个凶杀案、血案这样子。那我希望，当然它是会有很恐怖的歌，就是它会有蛮多惊悚的事件，但是我希望揭露的是一些社会的面貌，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事情去探讨一些人性、人心，然后去避免说一些无常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所以其实是我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所以取这样子的名字。写的素材是引用的素材都是负面的，但是其实最后要说的是正面的故事，正面的结论。对对对，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啊，我刚刚也跟大家说过，那个一成儿其实他自己的作品是非典型台语歌。好，那大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你先来推荐一首歌，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推荐我的歌吗？对，当然是你的歌，这一张专辑的歌。好，那就先主打歌嘛，人味羊肉炉。这是怎么回事？人味羊肉炉就是基隆的那个老板啦，羊肉炉的卖羊肉炉的老板。然后他有那个客人，就是其实已经关店了，已经休息了，结果客人就是喝酒，他就说我要吃羊肉炉，然后老板就说没有咯，然后两个人就发生口角，结果后来不小心老板就把那个客人给杀掉这样子。对，然后老板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就决定说要藏尸，但是他的藏尸方式很妙，因为为了不让人家发现，就是选择把他的肉搁到那个羊肉汤里面。对，就是混着一批一批放到羊肉汤去让客人把它喝下去。所以有人吃到。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的歌词在描写的过程，我就是写那个后来来光顾的那个客人问老板说，老板你的那个肉怎么吃起来有点怪怪的，有几块那你夹起来不赶快这样子。然后老板就是生气，就是说这个吃完好结账完好就滚散这样子。对。那你在这首歌里面，你最后怎么下注解？注解？我是说你怎么样为这首歌下一个结论，在创作里？其实这首歌相对于其他的歌曲比较没有那么重的，算是心得嘛，因为它是要当主打，所以其实我比较多的是在营造那个恐怖的氛围，所以先挑战。对对对，那是其他首歌才比较多的那样子的，可能想要跟大家揭露的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在里面。OK， 好，那我们来听人味羊肉炉这首歌。这台语来念念呗。我都用中文继续刮。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味人就是人呐然后味就是那个味道，对吗？对对对。然后羊肉炉嘛所以叫做人味羊肉炉。人味羊肉炉。好，咱先听歌再过来开讲。无规地较起来无共款。
讲迄暝有人啉香酒，滴点来黑白母，黑白母。两对目睭哪有三生的诉求，头壳含伫咧山壳，剩的切切咧倒入汤。云飘啊，怎样拢拍袂散，千万往困，夜夜咧口喘。奇奇怪怪，写写句句，写写刻刻，吵吵闹闹，好音月月年年，夜夜的心肝。头家恁的油麻，有几块夹起来无同款，是安怎？都是安怎？想遐多，吃饱结束了后就再见，是安尼，都是安尼。一时是像遐毒手啊，伊讲迄暝有人啉香酒，滴点来黑白母。黑白母，两对目睭哪有三生的诉求？头壳含伫咧山壳，剩的切切咧倒入汤。云飘啊，怎样拢拍袂散，千万往困，夜夜咧口喘。奇奇怪怪，写写句句，时时刻刻，吵吵闹闹，好音月月年年，夜夜的生活。头家恁的油麻，有几块夹起来无同款，是安怎？都是安怎？想遐多，吃饱结束了后就再见，是安尼，都是安尼。好，恐怖片等级的一首歌哈。对，这一首歌《人味羊肉卤》，你这一张你的专辑团队都是你自己找？对，都是我喜欢的老师，我就去私讯他们这样子。哦，了解。所以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老师都还蛮有趣的。对，他们的个性都还蛮酷的。你要说说这些事吗？您说什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团队？好，就可能像是这一首《人味羊肉炉》，他的编曲是刘以嘉，然后他其实跟我差不多的年纪，然后他很酷的地方在于说，如果没有给他 reference， 就是这首歌你 demo 给他，然后如果没有给他一些范例啊什么的，就是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呈现这样，那他就是很可爱，就是很乖的那种小男生，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方向，然后他就完全做出那种很完美的作品，就是你给他之后，他就会把它弄得很精致这样子。然后刚好这张专辑有另外一个编曲老师黄承祥老师，他就完全相反，他就是你给他这个 demo， 然后完全不能给他任何 reference， 让他自由去发挥。然后他可能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一些和弦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让你有很多惊喜，然后各种东方西方的乐器啊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你就会被吓一跳。对，而且你还有找来跟你对唱的人。对，等一下说哈。好，那你请问你在做创作的时候啊，我都会好奇创作者这件事哈。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的习惯是什么？
比如说有的人是拿吉他写歌，有的人是弹琴写歌，有的人是清唱写歌，然后有的人是先词或先曲。那你或者是喜欢在某些环境下写歌，你有这些事情吗？我的话有分2种曲风，如果比较抒情的，我会用钢琴。那像这张专辑抒情比例偏少，我会用那个 beat 网络上的 beat 去写。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以前是先有曲，但现在会先有词因为我发现先有歌词比较能够顺着那个台语的韵律去走。那当然我不是真的100%会去care 导音这件事情，但我还是会稍微尽自己的可能去兼顾。那其实它的那个七声八调的东西就可以比较帮助我旋律的通畅。对，好，我们为了让民众简单理解因为每一次音乐人会讲到一些比较专业的专有名词对，来，那个刚刚有提到用网络上的 beat 写歌要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是什么东西。beat 就是算免费的伴奏嘛，这样子讲。就比较直白的讲法，就是网络上会有一些人，他会帮你用很多的伴奏，然后他是没有那个歌唱的声音，然后大家就可以用那一些的伴奏去算是谱上那个主旋律。简单说就是空白的卡拉 OK 啊。对。然后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填空，然后再加以修改。好，对，那这个提供给所有，如果你是创作入门的听众你正好在听节目，然后你也想要创作，你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开始你就可以在网络上做这件事。你可以运用这样子的工具来作为你一开始书写的管道的一个方法。对。那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工具？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只要在YouTube 上面打 beat，然后可能你想要，假如说曲风好了，你要 R&B 的，你就打一个 R&B beat。那有时候你可能曲风的那个类型不是那么了解，其实你打一些情绪，打 happy beat、sad beat，其实都会很多很多可以让你去挑选。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你还找了人一起来对唱的事情，你要来介绍这个事吗？好，人味羊肉炉是找那个我的哥哥叫做萧晨宇来对唱。OK， 萧晨宇也是音乐人？他不是，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园区工程师。对。那个时候会想要找他来，其实是想要省钱啦。对，因为专辑有请另外一个歌手叫钟琪，那个就是爱开机。但是独立音乐人，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钱，所以就想说，那哥哥，因为我想要找一个声音很浑厚的，对，原本想要找那个李子森，因为他们家在开羊肉炉，然后想说，但他那个时候在办演唱会，然后就蛮忙的，然后就想说，还是要找曾伟忠，因为曾伟忠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曾伟忠那个时候他有公司，然后我又不太好意思，就拍谁这样子，然后就想说，那就请哥哥来唱，反正唱不好我再把它删掉就好。对，结果就唱的还蛮好听的。刚开始他算进录音室2次，对，第一次他那个紧张到整个流手汗，他那歌词整个是湿哒哒的这样，然后他在录音的时候呢，录到一半我就我监控室在跟天幕老师讨论说，哪些是可以修音的，是可以 tune 的，然后拍子啊什么的，我们就在讨论哪些是可以拯救的，这样，就他第一次真的那个状态还蛮不好，因为毕竟紧张是难免嘛，但他第2次其实就是很放松、很轻松的就把它唱完这样。刚刚一晨儿提到的天幕老师我跟大家讲一下，他是丁天幕先生，他是很棒的编曲跟制作人。没错。对，好，来，那要不要再来介绍一首歌曲给大家？好，那我介绍这张专辑的第3首歌叫做《歹心毒性》。来，这因为负面教材要讲一下吗？好，《歹心毒性》这首就是这个郑捷的杀人案啦。是。那其实详细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那只是这首我用的一个比较社会学的视角去写，直接从那个加害人的视角去描写。其实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觉得凶手是很残忍的，是很凶残的，
没有错，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只是我想表达的是，郑捷他从小的那个人格的形塑过程，小时候他被爸妈忽略，然后长大之后呢，被同学霸凌，被老师鄙夷，然后才酿成他那个扭曲啊，比较很极度内向的性格，所以才想说，哎，那他有一天就突然想说，那要来干一票大的，要让大家都注目在他身上，然后希望可以让社会的目光那个焦点在他身上。所以其实想要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杀人凶手。因为一个人的那个个性的形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都要随时注意的去良善、去友善的去跟身边的人互动，这样子。你自己本身是学社会学吗？对，我是读社会学系。哦，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就是念社会学的。对对对，难怪你用这个角度。嘿嘿，好，因为我正好我这2天参加一个活动，听了姚人多的演讲，然后他也是他是清大社会学的教授，那他也正好在讲从社会学讲台湾的整个人的状态，所以你刚刚一讲，我突然想，你是不是社会学这样子？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叫做《歹心毒香》，然后我们再继续跟奕成儿聊。好。是过程，车对阮对路前去。面对社会的战争，就要用恶气来防有敌心。面对混沌的世情，就要乌人讲行来面对自己。Do not have nothing in just for sleep, 'cause you好，这一首歌是用一种舞曲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线上访问的是奕成儿。Hello， 我想跟你聊一件事。正好你是非典型的台语创作者，而且哇，你这样是很年轻哎。现在大4。哇靠！那请问一下，你的同学知道你出专辑吗？知道，他们都知道，然后都会去听这样。那他们对你的歌有回馈吗？因为他们平常是不听台语，甚至于不听华语。对耶，很多都是韩文歌、日文歌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台语可以这样子玩。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们一起去 KTV，然后他们都会唱我的歌，跟我帮其他人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为这样而回头去触碰他自己的母语。对对对，那可能发音不是那么标准，或者是只是稍微哼一下那个旋律，但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对，所以有人问过我一题啦，就是我们刚刚讨论那个典型跟非典型这件事啊。好，有人会说我们干嘛这么悲观？那对我来说，这不是悲观，我觉得就是时代，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不管是用什么形式，每一个时代要让一个语言继续存活下去的方法，就是有人使用它，有人喜欢它。那形式这件事情，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会产生不同的样貌。我都会跟我的朋友们说，不要太计较。我们讲的台语跟我们阿公讲的台语也不一样啊。对对对。好，那我问你一个有点那个刺激的题目啦。好，2023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是那个郑宜农。那郑宜农其实引起了很多争议。是你自己是新一代的台语创作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它主要争议是歌词的华语化嘛？还有他的导音啊等等，他的对歌词的华语化，还有他的那个词曲之间的导音。哦，好，我觉得你不会告诉我你可以从社会学来分享这个事吧？社会学很难呢，但是华语化其实我有一个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开始也是会很 care 说我的歌词是不是用到了华语的用字，或者是直接华语这样子翻过来。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很忧心忡忡的去问一个台文系的教授说，我要怎么样子练到我的台语是很道地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说你的台语是华语化？然后我就愣一下，因为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对，想到台文系教授应该会很严厉的告诉我们这件事。对，我觉得台文系教授应该就是哪些字是华语，哪些字是怎样，他们会很明确的分解。然后结果教授就是跟我讲说，每一个时代呢，它的那个语言啊，会跟着那个比方说它的那个人们讲话的习惯，或者是主流语言去影响，这个是势必的。那以前台语曾经受日本这个日语的影响，对，等于是台语有受过这个日语化的影响，对。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它受到华语化？这蛮好的。对，我就觉得说，对啊，那它曾经日语化，我们现在很多台语，它其实都穿插一些日语的用字，甚至有些东西可能没有特别挑出来，就是这样顺顺的讲过去，我们也不会去强调说哪些是所谓日语用字。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避免华语这件事情？对，所以回到郑宜农这个这样子的专辑，我是觉得说，回归到说他真的是有打通到很多年轻人，对，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哇，这个台语歌原来有这样子的发展，然后是用他们喜欢然后的曲风去感染到他们，我觉得就有达到台语传播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咬字有没有正确吧，这样子。对，就是华语话是其次，但是你至少要把那些音是唱对，这样子。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哈。政治或者是群众运动啊，对，它都需要有光谱。那大家会说，那为什么政党不可以是站在中间的？好，各位，社会运动没有人站在中间的啦，一定是站在某一个议题的光谱那一端的。那政团也一样，为什么不能站在中间？站在中间，他就没有论述了。对，那所以啊。音乐一样，没有人做那个音乐是所有人都听的。然后我刚讲这个是，就是为什么要政治或者议题需要站在光谱那一端？因为他需要有敌人。就是说他用敌人啊，也许这个形容词不太好，就是他需要有对立方。对，那他有对立方，他才有办法发展下去啊，他才有办法吸引中间还没有决定
看法还不明确的人被游说嘛，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假设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郑宜农他吸引的是，或者甚至于也许是奕成儿也一样，你们吸引的不会是典型台语歌的听众，那你吸引的是听偏华语的人，好，或者是年轻一代台语不够好，但是又会愿意听的人，也许是这样子的人，对吧？那这就是你的光谱的那一端。好，那这时候那个典型的这一端可能会觉得你的歌他听不习惯，他也会有很多意见都有可能。好，但这个时候也没有不好，因为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啊，我们去说服其他可以接受的人。是对，所以几年以前我在写歌的时候，我都很烦恼一件事情。首先奕成儿知道我们台语知道越多的人会越怕犯错，像你刚刚讲的有没有？就去问那个教授嘛，对不对？对，那越怕犯错包含导音用字，可是你知道，如果很坚持导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歌会很容易被，因为台语的音韵很旋律啊，台语的音韵很歌唱式，你就很容易被绑架，然后说不知不觉会回到典型的状态。对，而且会非常典型。对，你也有感觉嘛，对不对？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写的歌是可以突破框架，然后让许多很久不听台语歌，或者是不听台语歌的人都可以听我们的歌，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面一直努力，一直挣扎。但是呢，有一天我已经对于这件事情改观了。对，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台语讲的还不错的人，然后我自己也很了那些因为我自己是从典型台语的环境里面走出来的，是，然后我又是学古典音乐的，那我就觉得我不用再去理会这件事了，因为它已经本来就是我的本能了。我应该要想的是，我怎么样创造出一个味道，而不再去烦恼。我好像做作业一样，我有没有导音的问题，有没有怎么样，我就不再去想这些事。对，就好比说，谢明佑的台语歌，你听过吗？有。他有一些他有一种味道，那个味道，我想典型跟非典型的人都接受吧。对，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对，正好你聊到这个啦，我就分享这样子。是，对，而且因为你比较年轻，我就会想要问问你对于郑宜农或者是非典型台语歌这件事的想法。是，很健康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很健康。谢谢啦。而且大四而已，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和未来。对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要不要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你的作品？好啊，那分享这个帮别人写的吗？我要再听你分享一首你的歌，然后帮别人写的歌，我们介绍歌名，让大家自己去听就好。好，那我们来听这个《你昂的白纸》。这是安怎？你昂的白纸就是那个时候算是我小时候第一个听到你可能被冤枉，然后没有办法去诉说，没有办法帮自己证明，是因为他是那个阿兵哥被诬陷性侵女童致死。然后当时呢，就是为了那个长官要立功啊，就速战速决，就把他枪毙。他叫什么？江国庆吗？对，是不是？我记得这个是，然后后来呢，就是多年后才沉冤得雪，才知道说，原来他没有杀害那个女童，所以就是等于是里面，当然这张专辑有很多的凶杀案，那最后就是放一个被国家冤枉的一首歌曲这样子。好，所以也是在讨论一个议题，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凭，没错，你耳听也不一定为准。好，趁着奕成儿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另外要带到一个2023年最火红的事情，就是 Me Too。是，好，我要说的是，我想要请大家你安静一下，事情也过这么久，你可以想一想，其实这里面啊也有很多冤案。
你可以自己慢慢想一想，甚至于有一些文章，你可以回头认真的再看一看。也许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猫腻，当然很多都是真的，对，很多都是真的，但也有不少是有的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一些所谓的贴文艺人，他们可能发一些声明，其实我都没有很积极的去帮他们，等于算是回复说加油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并不是说先说的人，然后他就赢了，好像赢了，或者是他就是一个事实。对，我觉得甚至说很多事情到了审判的那个结果，还不见得会是真相。而且有些事，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真相。没错，因为没有真相也是一种真相。因为有些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了。对，就是两造的想法不一样。甚至于还有更多有的没有的。那大家不要想说好可怕哦，不是，就有些时候没有真相比有真相更好。对，哇，好那个好，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支持1乘2，然后呢，这张专辑有实体吗？没有哈，数位，所以大家可以上各大数位串流去支持1乘2。然后呢，你如果想要给他一些回馈的话，1乘2一定有 IG 有脸书有粉专，对不对哈？大家怎么找你？用1乘2这个3个字来找你吗？对，1乘2 Henry。从1乘2，然后你粉丝专页嘛吼，对，还有 IG。然后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回馈，我觉得年轻创作者需要被回馈。然后，也许你喜欢，但是你发现一些猫腻，你想要给他一些建议，都可以这样子。那我知道做创作，而且做专辑要花的钱不少，你的这个钱怎么来？我很辛苦的在打工，对，等于是我大1就开始在补习班教英文，然后很多同学就跟我讲说，你那么会赚，因为可能相对于他们去那个 Seven 对，或者餐饮店，我的薪水算是他们的好几倍，但是我就会说并没有，因为我都花在专辑，对，所以就是算是每天，但是我还是等于是教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些老师也都很帮忙哦，就是可以对你手软一点这样子。对，我都会跟他们那个拜托一下。对，你知道我是从事编曲工作吗？对，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啊，欢迎光临。好，没问题。OK， 那我们很开心访问到1乘2，然后我们也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位年轻创作者，还有从他的观点里面认识台语歌的另一个样貌。那希望你支持他，然后我们最后要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你养的白纸，你养的白纸。然后1乘2写过的作品很多，在我要让你听你养的白纸进前，我还要请1乘2跟你介绍1、2首他觉得他为别人写他很满意的歌曲，然后我会把歌曲的名称放在内文，你可以自己上网去听。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啊，我推荐我第一首卖出去的歌，帮黄飞写的《蓝姨》。OK， 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歌，我知道，我们朋友圈有讨论过。真的吗？对，怎么样的讨论？是称赞的讨论啦，不用担心啦。吓一跳。那另外一首来，另外一首我推荐我最近写的，其实也是跟 Me Too 有关的，是蔡家珍的《Hit It Baby》。Hit It Baby。蔡家珍也是很棒的台语歌手。没错，我的好麻吉。原来如此。好，所以大家蓝姨跟那个 Hit It Baby， 我把连结放在内文，你可以自己去听听看。然后我们再一次谢谢1乘2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俊杰老师。然后我们来听你昂的北抓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下回再见。轻飘啊，命运啊，一张白纸，轻轻飞啊，飞落地面。
路定着目，有洗条色了的雨水，形伊清气的面，白色纯净的美。是伊，敢是伊后长成心的记？明知伊明知，两少的白蛇无可能，无路用的老实。想过紧张的本性，将你撒入去无思考的路顶。敢是伊后长成心的记？明知伊明知，两少的白蛇无可能，无路用的老实，想过紧张的本性，将你撒入去无思考的路顶。敢是伊后长成心的记？明知伊明知，两少的白蛇无可能，无路用的老实，想过紧张的本性，流送最后向伊清白，纸已经予甲